同大家来分享下鸦片呢，就係財團發言報道客家廣播電台頻道就係 FM93.7。同大家來分享下就係呢，我大禮拜都會來到鴉片來做節目，咁我嘅節目係8月到8月5都有播出咯。我嘅節目有2集啲鴉片，咁每一年就係目標嘅主題，可能我講到財經啊、理財啊、文學啊、教育啊、親子啊，還有同埋文化性啊、食法，全部呢發啦必播嘅主題，就係同大家來打嘴鼓。歡迎收聽講下廣播電台嘅節目，我係主持人曾志美講，大家按照今年呢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到嘅台北客家咩活動到嘅新聞，還有呢消息都得同大家來報好講哦。講到亞禮拜啊，台北客家呢鴉片呢就係報道客家廣播電台嘅錄音室，因鴉件錄音室呢係最大件嘅，因為買起呢，因為鴉件錄音室平常是係做直播，就是 live 嘅節目，當到節目從鴉片時候有1件、2件、3件。係最大嘅呢，有對控，是作為同音控呢，在直播的過程中呢，你可以直接打 pass， 還有互動。然後這一間呢，咩係報道客家廣播電台最強嘅錄音室，係為我輩嘅風景真係非常嘅好。還做係看到台北呢最著名嘅景點就係台北101咯。嗰時候做節目時，還做得享受風景真係非常的療癒，非常的享受。講到名將也咋語名哦，當然就會老到講係唔係客家話，其實唔係，雖然講名將好像什麼東講，可以自己取諧音啦。但是呢，名將其實佢係日本話，大家都是看過有一隻卡通嘅樣片，叫做龍貓。然後龍貓裡面啊，大家還記得裡邊都有一隻妹妹小梅，那小梅其實日本發名就叫做美將。然後我小時候細細個時節，上來同嘅妹妹同窗，嗰種係細細個時節就叫做美將。單元要開始咯，佢鴉片嘅下面將會對條呢單元，讓大家分享到嘅12場嘅無口用嘅表演嘅自信，韓國嘅12場嘅未有唱到嘅全部。當然就講就嗌做廣播做係按多年，所以看起來還算後生。不過公司採發做廣播愛做有10年嘅時間咧。嗰陣時我一次啊就想講做廣播做按叫嘅當然咪有倦怠嘅時節啦。不過有一擺我啲就發通，我唔係主持，我就啲偏數嘅時節同我朋友講法。嗰陣時我啲細歲時，所以就有3年就講你係咪咩講？佢就因為佢聽到我嘅聲音，佢念出來，然後佢就講叫聽我嘅節目，佢當好聽啊。佢之後每年有我嘅聲音批判，非常嘅受我，我就好，佢有佢哎用就一3年，我就願意繼續將亞洲廣播做下去，每年喺空中同大家來相見。每希望做一代本所有嘅聽眾朋友有更加多嘅動力繼續來過生活。